登送俾阿雪梨姐嘅。咁我希望咧，佢喺你哋心目中咧，都好似呢個明星，可以永遠都記住雪梨姐，好唔好啊？等陣先，喺度講幾句嘢。我係中年好聲音2 60強陳寶雄，大家好。多謝你啊，寶雄啊，幫我。喺度特別要恭喜雪梨姐，人生在 Encore， 佢嘅好友今日齊聲嚟一齊嚟拱照啊雪梨姐，俾掌聲俾雪梨姐好唔好啊？另外要多謝啊，雪梨姐幫我拍戲啊，跟住有好多電影好多。係啊，所以佢咪人生在 Encore 咯。每個人都可以有咁嘅機會㗎，你贊唔贊成啊？我贊成啊。係啊，嗱就好似你咁樣，每個人都會遇到有啲困難嘅。你睇下 Angela 今日佢後沙成咁，但係佢都堅持嚟支持啊雪梨姐，你話係咪應該俾大力啲嘅掌聲俾佢咧？多謝，真係令到你哋失望啊！真係。唔會，嗱你有心就得㗎啦，我傍住你唱嘅啫呢首啊 ，OK， 你話俾人聽點解你要唱呢首？你考咗咯，講咗明星啊，好似係啊，好啦，送俾你家姐，雪梨姐，明星，送俾大家嘅，幾大個，多謝，明星。你見到天上星星，可有想起我？可有記得當年若脫臉，曾為你跟悲傷聲笑得多？當你記起當年往事，你又如何？可有輕輕自嘆為我在你心中照耀我像那銀河星星，讓你慢慢愛過。你見到光明星星，請你想起我。當你見到星海燦爛，求你在心中記住我。希望在座每一位都似明星一樣發光發亮。永遠。當你記起當年往事，你又如何？可會輕輕隨意彈慰，為我在你心中照耀過。我像那銀河星星，讓你慢慢愛過。請你想起我。
星和燦爛，靠你在心中。記住我。多謝 Angela 俾個咁好機會俾我。好意思啊，唱得唔好啊，交俾下一位。下次唱歌。